日同你講5個完全免費嘅 AI 課程，讀完仲有證書擺得上 CV LinkedIn 俾老闆睇。第一個係 Elements of AI， 程式底唔使數學，證書由大學出，全球超過100萬人讀過，想打好個底咧，亦可以由呢個開始。第二個咧係 Anthropic Academy， 課程同證書都係免費嘅，你用 email 登記就得啦，教你點樣實際咧咁去用 Claude 佢哋個 AI 工具，對打工仔嚟講咧都係好落地嘅。3個係 OpenAI Academy， 用你個 ChatGPT account 就讀得啦，由 AI Foundations 開始，讀完咧仲有個完成證書，仲可以有個 badge 擺得上 LinkedIn。第4個咧係 Microsoft 同 LinkedIn 合出嘅 Career Essentials in Generative AI 大廠出品，大概讀咧就4個鐘，考完最後個測驗咧就有個專業證書啦，仲可以直接顯示落你嘅 profile 度。第5個咧係 IBM Skills Build 嘅 AI Fundamentals， 免費嘅 Digital Badge 啦。IBM 咧呢個名擺上 CV 咧，其實 HR 咧一睇就認得。咁講明先啦，呢5個課程咧全部都係英文嚟嘅，但唔使驚，你其實你可以用你電腦嗰個 browser 咧開嗰陣咧校翻個自動翻譯功能啦，字幕咧又可以校唔同語言啊，中文咧咩都得。睇起上嚟就會輕鬆好多啦。證書咧係幫你一個入門嘅面試啦，但真正嘅實力咧都要靠你自己點樣用。AI 幫到你，但學嘢嗰個都係你自己。如果你想一步一步有系統咁學 AI 咧，你可以 download 翻 Applied AI Academy 嘅學 AI 個 app 啦，亦都咧有專人咧可以用中文咧去跟進翻你哋學習嘅過程嘅。咁我哋可以一齊進步，一齊學習。